এখানে ঢুকে বাজার খুলে ঢুকে সব各位觀眾，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單非常恐怖，而且仍然喺度惡化緊嘅大災難。就喺8月26號嘅朝早，喺尼泊爾同中國西藏交界嘅喜馬拉雅山區，一幅由泥、石同冰塊組成嘅巨牆突然崩塌落入河道，瞬間引發一場毀滅性嘅山洪暴發同泥石流。呢場災難一邊衝向尼泊爾，一邊撲向西藏。去到今日已經造成至少過百人罹難，仲有多達數以百計嘅遊客同朝聖者下落不明。今日就等我沉住氣，同大家講清楚呢單仲喺度發生緊嘅慘劇。事發嘅畫面睇到令人心寒。多段經核實嘅片段顯示，喺尼泊爾同西藏嘅邊境口岸，一幅高聳嘅泥石水牆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前推進，一路越升越高。有目擊者形容嗰堵泥牆係直直咁衝住佢哋而嚟，越近就越高。喺西藏一側嘅邊境監控片段更加影到大批人喺洪流殺到之前拼命奔逃，但係一瞬之間，樓宇、車輛就俾泥石、洪水吞噬，好多人就咁被捲走。呢一幕唔係電影，係真真實實喺呢兩地同時上演。呢一場災難橫跨兩國，破壞極之驚人。喺尼泊爾一側，主要重災區係首都加德滿都以北嘅拉蘇瓦同努瓦科特兩個縣。洪水沿住波特科西河、特里蘇里河一路狂瀉，房屋、道路以至多個水力發電項目全部俾洪水沖毀。而喺西藏一側，泥石流就直插日喀則吉隆縣嘅吉隆口岸。呢個係中尼之間一個非常重要嘅跨境貿易同旅遊門戶，災後當地嘅道路、通訊同電力一度全部中斷，而傷亡嘅數字去到而家仲喺度不斷攀升，而且相當駭人。喺尼泊爾一側，警方公布至少有95人罹難，但部分國際傳媒報導已經尋回超過150具遺體。可以預見，隨住洪水退去，災情全面掌握，死亡數字恐怕仲會再升。至於失蹤嘅人數就更加龐大。尼泊爾旅遊部門表示，共有多達403人失蹤，當中341人係外國人，包括133名嚟自印度嘅朝聖者、47名美國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國人、24名加拿大人，以及8名喺當地水電站工地工作嘅南韓國民。另外，仲有一個水電站報稱有60名員工失蹤。而喺西藏一側，中國中央電視台亦公布咗首批傷亡數字，指吉隆縣至少3人死亡，265人失蹤，強調數字仍在核實。單一個由印度靈性導師薩古魯帶領嘅朝聖團，就已經有至少77人喺吉隆口岸失去聯絡。點解今次會有咁多外國遊客同朝聖者遇難？呢個同時間同地點都有關。事發嘅呢一條路線，正正就係通往西藏神山岡仁波齊嘅必經之路。而每年呢個時候都係大批印度同世界各地嘅信徒前往神山朝聖嘅旺季。佢哋千里迢迢，一心一意去完成一趟神聖嘅旅程，點知竟然喺半路遇上呢一場滅頂之災。一趟本應洗滌心靈嘅旅途，最後變成咁多家庭嘅噩耗。呢一種對比實在令人心酸。至於今次災難嘅成因，到目前為止仍然眾說紛紜，有待調查。尼泊爾外長最初向國會交代，話係一場地震引發雪崩，繼而造成波特科西河突然暴漲。的確，德國嘅地球科學研究中心同美國地質勘探局都錄得喺洪水殺到之前大約7分鐘，當地發生過一次4.4級地震。不過，設於加德滿都嘅國際山地綜合發展中心嘅氣候專家就認為，主因更可能係尼泊爾一側一個冰川崩塌，先堵塞咗河道，然後突然潰決，釋放出大量河水衝向下游。究竟係地震觸發咗山泥傾瀉，定係山泥傾瀉本身造成咗類似地震嘅震動？暫時仲未有定論。但有一組正在調查嘅科學家就傾向後者嘅講法。而喺呢啲即時成因嘅背後，
其實隱藏住一個更加令人擔憂嘅大趨勢，就係氣候變化。又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嘅研究科學家就指出，因為全球暖化，高山上嘅永久凍土正喺度融化，令到山坡變得極不穩定，山泥傾瀉、冰崩、雪崩呢啲危險，對下游社區嘅威脅正不斷上升。呢個講法絕對唔係空穴來風，因為就喺尼泊爾同一個地區，去年即係2025年8月，都發生過一次由冰川湖潰缺引發嘅山洪，而更早之前亦都有連接兩國嘅橋梁喺類似嘅洪水入面被沖走。換句話講，喜馬拉雅呢一帶正逐漸變成一個災難反覆重演嘅高危地帶。面對咁大規模嘅災情，兩地嘅救援都爭分奪秒。尼泊爾方面已經緊急向印度同中國請求協助，出動軍隊同警察搜救，但係惡劣天氣同損毀嘅道路都嚴重阻礙緊救援嘅進度。中國方面，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下令全力搜救失蹤人員，要求做好最壞嘅打算，防範發生重大災難。多個部門迅速動員，救援人員要用挖掘機喺厚厚嘅泥石之中艱難咁開路。但持續嘅降雨令工作難上加難。與此同時，英國、澳洲、法國、瑞士、歐盟等多國亦都發表聯合聲明，呼籲身處災區嘅人士緊跟當局嘅安全指示。講到最後，呢一場橫跨尼泊爾同西藏嘅災難，真係恐怖到令人揪心。一道泥石洪流喺短短幾分鐘之內就吞噬咗咁多條人命、咁多個家庭嘅盼望。而喺世界各地，此刻仲有無數家人正焦急咁等緊一個朝聖、一個旅程、一個工地上嘅親人嘅消息。呢一場慘劇，除咗提醒我哋生命係幾咁脆弱之外，其實亦都係大自然向全人類發出嘅一記沉重警號。當地球持續變暖，喜馬拉雅呢類高山災難只會嚟得越嚟越密、越嚟越致命。願所有罹難者安息。願仲喺失蹤名單上嘅每一個人都可以早日平安歸來。